说最近立法院哦，这个维安升级再升级了哈，警察部署哈，不断的增加人力，然后呢，所有的巨马啦这些大家也看到了哈，围了一层又一层。那昨天呢，经我们披露啊，甚至啊破纪录的在立法院的2楼阳台哈，这个还部署了警察，哈，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了哈，到底是要防空架，还是玉珍委员讲的是摆设一些狙击手？哎，以前哦，我是3任立委啊，从第6届担任立委，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从来不曾看过这样。那加上之前到现在还是一样所有的国民党的委员只要出入任何一个院区里面都会被通报。然后我就告诉这些这个员警他们也没办法，保留的员警，我说这个我的行踪你每分每秒都要报告，这个侵犯我的这个行动自由，那跟加设那个 GPS 定位有什么不一样？我到哪里都要被通报，这个侵犯我的隐私。他说你给他带头啦，我没法度啦，就上面交代了。老实讲，我们也不想要去为难这些最基层的员警，所以维安升级再升级啦。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外面的这个部署的这些巨马的状况一层又一层。现在看到这边整个这个青岛东路都被封起来了那看起来明天很有可能他就这边进看不到这边进的车子那国民党这边是会全力阻挡那我们认为这个不恰当的提名不应该让他行使同意权，我们会全力阻挡。那另外再一层等于1、2、3、4了。对了所以这个民不需要到这样。是还是说推倒高墙它是建立高墙这个越栅栏越弄越高之前还没那么高，就越弄越高，1层不够。这个栅栏已经是2层了，前面这个1层，后面一个更高。因为那个线是绑的吗？